係咁，網友呢條片咧係講中國官場再次大清洗。咁呢件事嘅睇法咧，我同街道尤其是嗰啲講普通話嗰啲 KOL 啦嘅睇法咧係完全唔同，完全唔同咗咧5、6年㗎啦。你哋話邊個啱咧？呢個就係惠康百佳合併，死啦！咁我真係要同妹姐合併，唔得！只要你足夠強大，就唔使同人合併啦。所以就要食韓國 Hankook Life 現健逆齡配方，佢唔單止有 NMN， 仲結合咗白藜蘆醇同亞精胺，組成抗老鐵三角，效能提升超過1.6倍，仲可以將歲月痕跡洗走。配方入面有 TMG 同維他命 C 組成，身體排污隊，幫細胞清理廢物，清走廢物 NMN 先可以極致轉化吸收。咁犀利，我真係要食啊！好，呢個現健逆齡配方呢隻至尊無敵嘅 NMN， 每日食450mg 嘅，而且仲有白藜蘆醇100mg 嘅白藜蘆醇同埋亞精胺喺埋入邊嘅，呢個係最至尊無敵。任你揾喺街度揾唔到一隻呢個配方犀利得過呢隻，而係佢配埋乜嘢呢？就配埋呢個成人嘅液體鐵喎。佢呢個係高科技嚟㗎，係入咗落啲微粒入邊，你食落唔覺得係鐵嚟嘅，但係呢個當然係補血啦。天然活性葉酸呢個幫助消化嘅，呢個好重要。乳香關節軟骨素，我哋行下咧，呢度一定磨損嘅，結果咧你70、80歲咧好容易咧你就要換膝頭哥，咁呢個就好痛嘅，呢個就好痛嘅。就或者咧，你要打啲啫喱入去咁呢個係一個保養啦，加埋女士維生素，2928蚊買1504蚊，一人買一份好噶啦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兩任國防部長同日被判死緩，我睇見咧都嚇窒咗嘅。魏鳳和受賄判處死刑，緩期2年，呢個係第2重嘅處分，最重就係死刑執行，然後咧就死緩，就係緩刑2年。你冇犯新嘅衰嘢咧，就係咧就2年後就判終身監禁，係不可以保釋嘅。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沒收所有財產，終身監禁，不得減刑假釋。國防部長呢個人我好輕佻喎，呢個人早10年前我已經見到佢請呢個美國5角大廈嘅國防部長去咧，佢喺你面前唱歌喎。呢條友係李尚福，呢個係航天專家，呢個火箭軍司令員佢係2炮嘅司令員，然後咧就係呢個習近平將2炮變咗火箭軍，係第1任火箭軍司令員。呢個咧就係航天專家嚟嘅李尚福，68歲，受賄行賄呢個留意有個行賄判處死刑，緩期2年，其他嘢一樣。呢個就係死緩之後咧，仲係終身監獄嚟嘅，終身監禁，不得減刑假釋。兩個人嘅死緩期後咧，係會減為無期徒刑，附加終身監獄，係牢底坐穿，坐到死。呢個係喺緩刑執行之後咧，實際上依然喺死緩入邊嘅。呢個點解咁憎佢哋兩個咧？判到咁重咧，佢哋兩個比前例更加重嘅。其實咧應該咧就係佢應該最憎郭伯雄嘅。郭伯雄真係好離譜嘅，即係所有賣官呢個就都係無期徒刑啫。呢個咧就病死咗。房峰輝總參謀長受賄行賄，巨額財產來歷不明，都係無期徒刑啫。呢兩個人死緩終身監禁，死緩終身監禁，點解咁嚴重呢？李尚福多咗個行賄罪喎。李尚福身為國防部長、軍委委員，呢個係如果佢係要行賄，只可以得一個人可以行賄嘅啫，就係軍委副主席，直接有關嘅。唔相關嘅當然可以行賄政治局常委啦，或者習近平啦。如果係行賄習近平就唔會告佢行賄啦，係嘛？
咁呢個好明顯係張又俠嘅，呢個就係嗱，張又俠咧係軍委第一副主席嚇，呢個係。然後喺2026年1月24號同劉振立一齊被調查，犯下5個嚴重罪名，呢個就係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未被罷免嘅，個政治局委員佢係政治局委員未被罷免嘅。好啦，嗱，魏鳳和、李尚福係軍委委員，就判死緩終身監禁。苗華係軍委委員，呢個係管政治部嘅。呢個何衛東咧係副主席嚟嘅，軍委副主席嚟嘅。咁呢個應該唔會判得少過佢哋兩個喎。張又俠原理上咧應該判得更加重喎。呢個係張又俠咧就係總裝備部出身，總裝備部長做到，然後佢同習近平玩大喎。佢做咗第3屆呢一個軍委委員嘅喎，第1屆習近平已經揾佢入去，第2屆做副主席，然後咧呢屆咧連任，呢屆連任。刑事背後嘅政治腐敗，政治腐敗係最大嘅腐敗。嗱，主要就話呢班人咧，佢哋落馬嘅原因咧，固然係話佢哋貪污啦。第二，佢哋懷疑對習近平嘅忠誠啊。對習近平嘅忠誠咧，可以有2點嘅。一點係乜嘢嘢咧？就係咧對習近平主張打台灣咧，好多説話講。呢個咧就係火箭軍就係咁啦。只要都唔自量力，你唔睇美國啲力量，呢個嘢係傻傻地嘅真係。呢個係背後講啲咁嘅嘢。第二，結成團團伙伙，佢哋互相勾結、互相保護，喺軍隊入邊整一個勢力、整個山頭出嚟，可以對抗習近平嘅，呢個都係死罪。落馬嘅官員咧，最中意刑事犯嘅形式處理所以佢哋落馬嘅原因咧，根本唔喺判決書入邊，其實一定係 query 佢哋對呢個習近平嘅忠誠。同埋佢哋對台灣作戰係唔係想拉後腿？呢個就係矢板明夫話：呢2個人過去都係習近平最親信嘅人。魏鳳和2012年習近平上台親自提拔佢嘅，佢係第一個由2炮轉成火箭軍嘅創軍司令嚟嘅，甚至為佢一個人舉辦上將授勳儀式。喺中共黨軍史入邊非常罕見，為一個人受上將啫，開個儀式。如果佢2022年佢係點講呢？香格里拉對話：如果有人膽敢將台灣分裂出嚟，中國軍隊一定不惜一戰。結果死緩終身監禁。李尚福總裝備部部長。佢張又俠做總裝備部長嗰時咧，佢係張又俠嘅副手。張又俠去咗軍委咧，升軍委副主席咧，佢就變咗總裝備部部長。簡單啲嚟講，佢係李尚福嘅張又俠嘅 protege， 即係咧佢係帶張又俠帶佢出嚟嘅。對台灣問題一樣講狠話㗎，中國絕對不允許台灣獨立擺出準備同全世界反面，矢板明夫呢2個人都曲心曲肺咁樣為習近平衝鋒陷陣嘅。乜嘢令到習近平咁憎佢哋呢？即係咁樣。其實獨裁者經常呢，即係佢先打晒外邊嗰啲反對人先，跟住呢，佢就好驚入邊有人呢係作佢反嘅。崇禎殺袁崇煥呢個比例係唔啱嘅。史太林清洗晒所有元帥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唔止清洗晒所有元帥。呢一個史太林嗰個中央委員會係90%死喺佢手上，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同政治局啲人全部死喺佢手上。洪秀全殺呢個東王殺完東王又要殺翼王金正恩處決個姑丈。你做到最高領袖，第一件事你要提防人哋背叛你，你咧就坐喺個火鍋上邊嘅，
因為權力咧係好多人想要嘅嘢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軍方清洗全境啊，20大嘅軍委，呢個就好好笑嘅，就係咧軍委會咧就有6個人加習近平做主席，就死剩一個就張星文，冇補翻上嚟喎。嗱，我解釋俾你聽，我要話俾你聽，呢度每一個都係習近平嘅親信嚟嘅，所以你話咧習近平係失咗勢，所以嗰啲親信咧就俾人哋架空咧，呢個就好好笑，無一不是習近平嘅親信。我哋上邊講咗李尚福啊，講咗李尚福同埋魏鳳和啦，呢個係上一任嘅。好啦，然後咧就到邊個咧？嗱，其實先係清除佢哋咧，係由火箭軍開始，話火箭軍嘅資料外泄喺美國賣晒出嚟，佢哋所有軍事秘密都，而且咧話佢哋有一次示範發射飛彈咧，個井蓋開唔到，呢個令到習近平咧係暴怒嘅。火箭軍就牽涉到，於是一去查，發現咧爛到透頂嘅火箭軍。火箭軍爛到透頂，咁有人要勾結佢哋先得㗎。咁於是就總裝備部咯，李尚福咯。如果兩個你即係總裝備部咧去搞嗰啲設備嘅，你就做收貨嘅，兩個唔夾埋，點樣貪污先得㗎？係嘛？呢個就係李尚福，呢個就係李尚福。魏鳳和就係火箭軍，魏鳳和就係火箭軍。好啦，第二個階段係乜嘢咧？點解冚唪唥咁腐敗呢？哦，因為有人買官賣官，呢個就係苗華，呢個係習近平親信到不得了嘅，掌握呢個政治部，所有人升官都要問過佢嘅。咁呢個人冇可能冇責任喎，呢個就係嚇。咁然後咧就何衛東啦，何衛東咧就係佢係東部司令，而佢提拔佢一下未經過軍委就提上嚟做副主席，一定係苗華。本來話苗華做副主席嘅，推薦佢上嚟。咁苗華瓜咗咧，佢就瓜啦。呢個就係咁跟住落嚟啊，到邊個咧？喂，如果咁多人都瓜，佢就會諗起呢一個張又俠咧，成日都勸佢啊，其實係。即係佢要做啲嘢嗰時咧，張又俠咧就攞軍隊嚟勸佢，喂，嗰啲軍隊啲人有啲意見喎，唔好咁搞好嘛？即係想拉住佢，拉得多呢條友咧就好乞人憎。即係你夾住軍隊嚟到威脅我，係唔係啊？於是咧就連埋呢個劉振立呢兩個咧一齊喐埋，呢個咧就軍令啊嘛，呢個係呢個負責參謀啊嘛。於是咧就一鑊，你可以睇到呢個脈絡係點出嚟嘅。解放軍啊，呢一個嘅報告啊，36個將軍同中將被清洗，65個軍官下落不明，52%， 176個最高職位入邊，52% 錯咗，上將16人，上將得30幾人嘅16人，中將14人，少將6人，仲有好多你唔知道嘅。喂，人大代表團啊，本來281人開會嗰陣時，本屆最初去到而家剩翻243人，仲有張又俠嗰啲都未被除名，已經少咗38人。呢個就係張又俠，我都話啦，你睇佢罪名，被指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，即係其實咧就簡單啲嚟講就兩樣嘢嘅啫。第一，有啲應該問嘅嘢唔問。喂，其實咧呢個好難嘅。嗰個人咧一定要決定乜嘢需要問，乜嘢決定唔問，乜嘢係重要，乜嘢唔重要。結果咧一定有啲問，有啲唔問。你唔同意佢嘅決定咧，就覺得自己被架空㗎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毛澤東話嘅鄧小平。佢話佢隻耳聾嘅，鄧小平開會咧就有咁遠坐咁遠，又揾隻聾嘅耳仔向住佢，乜嘢永遠唔向佢請示。有啲嘢唔向佢請示，作為軍委常務副主席自己執行，呢個就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。或者軍委主席出一個命令，想出一個命令，佢哋就勸佢，想拉住佢，呢個就踐踏急埋。即
即係用軍隊成班人嚟到勸佢。咁呢個就係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啦。呢個就係嚇。呢個劉振立啊係好重要，因為咧呢個就係軍令嘅所在。軍隊分為行政同埋軍隊去打仗，打仗就係參謀部嘅責任。呢個就係好啦。嗱，咁於是咧唔止係咁嘅，你睇到成個走勢嘅兵器裝備集團前副總經理劉衛東判13年啊，話佢貪污咗4100幾萬，呢個係嚇，罰400萬，受賄時間1999年至2025年，呢個係已經如實供述認罪悔罪，贓物已經追繳啊，判13年。呢個劉衛東係東風汽車集團副總經理，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副總經理，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董事長，長安嘅董事長，受賄數目巨大，到案係配合調查，所以從輕判13年。呢個係金融體系又點呢？大家睇下啦，呢個呢就好大啦。呢個金監局總局長李雲澤，呢個人係李雲澤4月22號最後一次，哇，好近嘅，用局長身份公開露面。1個禮拜後，佢已經拉咗啦。金監總局呢係總局領導一欄，局長李雲澤嘅照片同簡介消失。李雲澤降職做金監總局嘅中層職位，係燉咗佢冬菇，喺度調查緊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大陸呢本來每樣嘢呢都有一個監管機構嘅。譬如保險咁又係自己監管嘅，銀行就係人民銀行同埋銀行監理處啦。咁後來咧就將所有呢啲嘢咧合併，就係金監局、保險、銀行乜嘢都管晒嘅。其實係凡係要發牌嗰啲牽涉到金融嘅，都係金關局，只係獨立一樣嘢啫，證監。因為證監咧你唔識嘅，所以咧證監係獨立嘅。呢個即係得金融嘅嘢咧，管咧係得兩個，一個就金監局，一個就係證監。咁結果係點呢？李雲澤第一個70後嘅正部級喎，好後生，55歲，天津大學經濟學博士，喺建行做咗20年嘅，然後去四川省做副省長，升任常務副省長，翻嚟就金監局總局啦。呢個就係管幾多錢啊？79兆美元啊！個金融業系統係好啦，佢落咗馬就輪到個副部長周亮又落馬。嗱，兩個搭檔，呢個係正部長，呢個就副部長。金監局好大權，證監會前主席呢個大鑊啦，呢個易富滿嚇，易富滿係做過乜嘢？易富滿啊係做過好多高職嘅嚇，佢第20屆中央委員會資格被終止。失咗理念信仰，背棄初心，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嘅重大決策，陽奉陰違，搞迷信活動，專搞迷信活動嘅啲人喺18大之後唔收斂唔放手，性質嚴重，結果就拉 Q 咗。呢個就係違規接受禮物禮金，影響呢個公正執行公務，佢本人。應由佢本人支付嘅費用咧，其他人幫佢俾，為他人喺職務提上市審批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做證監咧一定係發達嘅。佢批你股票上唔上，咁於是咧佢就暗示由佢有啲朋友，你就批啲股俾佢，咁佢咪容易俾你上咯。上咗之後一上原始股一上市咪發大達咯。呢啲人咧揾唔到1000幾百億咧，就對佢老豆老母唔住嘅。呢個係非法收受巨額財物，縱容默許親屬利用本人職位謀私，搞權績交易，搞程式交易，違規從事盈利活動，易富滿。好啦，證監會嘅原紀檢呢個頭先嗰個係呢個係證監會前主席啊。證監會嘅紀檢組李會文呢個人係做乜嘢呢？呢個人咧喺證監入邊係管紀律，專睇下人哋有冇犯法嘅，結果自己犯法，即係等於有條友去玩個神父，去獄中度同個神父告解
個神父犯法坐監，佢話 Father forgive me for you have sinned， 因為你犯咗罪。呢啲紀檢組就係咁樣啦。呢個係新疆做咗40年，建行新疆分行，建行出身，然後入京入證監會紀委書記，呢個19年卸咗任㗎咯，大鑊啊！6年前都坐。交通銀行副行長劉維棟，呢個係所有大嘅4大銀行嗰啲董事長全部坐晒監㗎啦。由軍隊到金融整肅依然加強緊。呢個習近平係我可以講俾你聽兩樣嘢。第一，習近平覺得有啲人對佢陽奉陰違，佢一定要將權力緊緊地握喺手上。第二，佢真係想清除貪污嘅，我講俾你聽啦。但係佢唔明點解清除極都清除唔到。呢個朱元璋啊，都清除唔到50兩銀啫。就剝皮㗎啦，朱元璋係塞啲草落去，掛咗喺嗰個辦公嘅地方，等下一任睇住嚟辦官，都貪污啲人，都貪污啊！金監局正副局長出事，證監會紀檢全部出事，交行、中行係歷屆嘅行長都坐監嘅。中行、建行呢啲職位真係好危險嘅，呢個係工行個個都坐監嘅，呢個係。城市嘅壓迫正喺度透支你肌膚嘅生命記憶，墜入深海，啟動原始修復奇蹟，重構屏障，由內覺醒極致水光 Coaches 海洋修復系列，全線俏貓貓超市都有發售。好，嗱呢個就係復活保濕礦露嚇，係用海洋礦物深層補水，呢個係加一個係氯魚子喎，凍齡抗皺精華液兩樣嘢加埋168蚊，加埋呢個150蚊，然後送一個乜嘢俾你咧 ？Dr. Bargo 嘅微針，呢一個係積雪草100針，等佢容易吸收嘅，價值180蚊。3樣嘢加埋248蚊啫，呢個係。端午就嚟啦，最期待嘅就係嗰種清香嘅粽葉味，為大家準備咗香港製造、誠意滿滿嘅大煮系列傳統端午粽。無論係鹹鮮濃郁嘅肉粽，還是清甜軟糯嘅鹼水粽，都能夠滿足大家嘅味蕾。台灣傳統粽、家鄉古早套裝，堅持傳統工藝，每一道工序都係一絲不苟。五花腩經滷水汁慢燉到入味，口感醇厚。糯米要預早用滷汁醃製，自帶飽滿香味，再包裹花生、眉豆、菜脯、冬菇、栗子、竹筍、紅葱頭呢啲豐富配料，配搭鹹蛋黃，入口即化，層次分明，令人一試難忘。早鳥優惠88蚊兩隻原價116蚊。至尊惠州粽真味禮讚套裝，特色係在於加入毛皮綠豆，巧妙地提升咗糯米嘅清幽香氣。秘製滷水五花腩肉，鬆化香嫩，配上特大嘅鹹蛋黃，濃郁嘅豐富層次，令人忍唔住一口接一口。早鳥優惠88蚊兩隻，原價116蚊。棗蓉鹼水粽暖心遵選套裝，採用鹼水處理糯米，打造出極致 Q 彈嘅口感。內餡特別選用金絲棗製成，棗蓉質地細嫩，甘甜而不膩。早鳥優惠價只需78蚊兩隻，原價96蚊。4月17號起，網上及門市都接受預訂，攞貨日期6月9號起，數量有限，湊完即止嚇。大家為家人送上一份傳統嘅滋味。